東方文人墨客對玉蘭花一見傾心，而慈禧就喺咸豐2年入宮，亦被賜號蘭貴人。此作作為慈禧珠寶嘅代表襟針，攝取玉蘭清雅風骨同埋靈秀氣韻，將花帶高潔同珠寶嘅華彩完美交融。花瓣表面採用細緻磨砂工藝，營造出朦朧如絹嘅質感，彰顯玉蘭瓊英玉華嘅雅致格調，同慈禧珠寶速塵不染嘅設計哲學，突破陳規，拒絕流於平庸。而花瓣內則精雕細琢嘅絲紐紋理，完美復刻自然花瓣嘅細膩肌理，將匠心藏於方寸之間。設計匠心獨運咁樣詮釋玉蘭花開時初綻之羞澀同盛放之華美，首本設計展現玉蘭全年綻放姿勢，花瓣舒展如雪，花蕊纖毫不現，紋理清晰可見。第二同第三款捕捉咗初綻時分嘅婉約風情，以精妙嘅外放內斂杯狀結構，雕帶出外層花瓣優雅翻捲，內層花瓣亭亭玉立嘅生動美態。尤為精妙嘅係第三款設計於花心處若隱若現咁樣展露，收含咗璀璨微轉嘅花蕊，以暖金色調點綴白金嘅清麗光澤。慈禧品牌標誌就以典雅嘅襯線字體精心鑄造，線條如行雲流水，彰顯國際化嘅非凡氣度，又承載柔軟嘅歷史底蘊。透過如此細膩嘅設計語言，慈禧珠寶將工藝藝術同埋親和力完美結合，俾鑑賞者細品奇妙時一見難忘，刻指珠寶藝術中剎那即永恆嘅至高境界。關注慈禧擁有不被公式化嘅頂尖設計。